歡迎收睇時事8分鐘。今集咧係講緬甸政治嘅。你好，阿堅。係，你好。嗱，咁啊，今集就想講一講咧，即係而家已經緬甸選舉已經塵埃落定啦，咁啊定晒啦所有嘢。嗱，有評論就話咧，而家嗰位總統咧其實係一名傀儡總統嚟嘅啫，幕後操縱咧其實係昂山素姬。你點睇呢個？呢個其實唔使評論嘅，因為昂山已經講得好清楚，我先至係，我先就係幕後操權嗰個嚇，我會凌駕總統之上嚇。佢講到明，同全世界講咗嘅。咁點解佢可以咁樣做咧？咁當然佢嘅政治威望啦，嚇佢嘅淵源啦，佢嘅力量，佢嘅支持啦嚇。而家嗰個總統停國啊，或者叫做唔停國。係佢嘅親信嚟噶嘛，曾經係佢司機嚟噶嘛，所以有啲評論咧就話昂山個司機當總統，咁你個司機做總統，其實佢點解可以做到總統係昂山拱佢上去噶嘛嚇，咁佢其實就係昂山嘅前台嘅執行者，咁因為昂山唔可以做總統啊嘛，憲法規定有直係屋企人係外國人，佢就唔可以做總統啊嘛。咁呢個係佢本來想爭取修改，但係軍方揸住啊嘛嚇，改唔到啊嘛，改唔到喺現行憲法底下佢做唔到就唯有擁個人上去，就要擁個親信佢嘅司機啦嚇。咁所以咧無論從客觀嗰個觀察又好，甚至都唔使觀察啦，昂山自己講埋出嚟嚇。咁佢而家昂山做埋部長啦嚇，咁所以。成個關係垂簾聽政都唔使垂簾啦，佢自己坐埋出嚟啦，係啦。但係會唔會好有問題咧？嗱，即係佢成日都講一個民主社會係嘛，你應該要一個跟翻民主機制噶嘛？你覺得？嗱，我覺得咧係咪有問題？其實唔一定，因為佢唔係選總統嘅。係。佢總統唔係一人一票投嘅，佢係國會選總統嘅。咁所以其實你就算喺譬如英國咁樣嚇。英國你都係國會選總統嘛？咁你國會最大黨就擁個領導人出嚟噶嘛？咁但係實際上咧，你譬如話美國咧，英國咧試過好多次㗎，執政黨佢自己換人，係嘛？我哋唔中意呢個，咁我哋換咗佢。咁你話係咪黨大過嗰個英國就嗰個首相啦？嚇！喺緬甸就做總統啦，其實係黨大過嗰個前台嗰個嘅喎。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正常。你話即係呢種好唔好？政治制度各種各樣啦。咁但係佢現實佢就係咁樣容許佢咁樣做啊。但係會唔會有一啲嘅矛盾啊，或者即係如果咁樣嘅情況，你覺得會唔會有啲即係？呢個就所以佢要揀人啦。等於俄羅斯。普京同係嘛梅德韋傑夫，喂佢做總統，佢做總理，佢唔可以做總統，佢落翻嚟做總理，佢梅德韋傑夫做總統，實權都係佢嚇，邊個咁只要佢冇逾越嗰條界線嚇，然後你情我願就得啦。但係如果上咗台嗰個，我係總統喎，我仲要聽你講，咁就大件事啦。咁但係。暫時睇唔到呢種關係，因為佢哋兩個關係太好，係啦。啱啱開始，即係可能大家都要拭目以待，睇下佢哋嘅關係發展成點，話會唔會真係總統反轉去做一個即係掌控嘅人。嗱，咁啊講翻你上一集咧都有講到話，其實軍方咧即係喺雖然話即係俾佢哋即係有一個即係執政啦，咁但係似乎你上集都提到，其實實權都係喺軍方。嗱，你覺得昂山素姬佢哋呢一個即係執政黨上台之後，佢哋將會面對啲咩嘅困難同埋挑戰啊？嗱，咁當然國防咁係佢嘅嚇，內政係佢嘅，然後邊境事務、邊區事務係佢嘅，咁變咗就話呢幾樣嘢佢唔鬥得嘅。國防可能其實影響嘅包括外交啦。你國防外交就係對外噶嘛嚇。咁所以昂山嗰個外交政策咧，其實某程度會受掣肘嘅，唔可以我為所欲為嘅。咁當然我相信佢唔會亂嚟啦嚇。咁然後內政，你牽涉另一樣嘢就係、我都有啲擔心就話
雖然行民主化嚇，咁有啲嘢，譬如話牽涉到某地方嘅一啲動亂啊或者咩嘢，新政府覺得要處理，軍方覺得唔使處理，咁點咧？有矛盾啊！有矛盾啦嚇。我從我哋現代社會嗰個標準，呢啲嘢唔容許嘅嚇。軍方話唔係，我哋不嬲嘅咁樣嚇。咁點咧？呢個有個矛盾。邊區事務緬甸咧周邊好多個邦嚇，咁不時有衝突嚇。咁因為而家個邊區事務部部長係軍方噶嘛嚇。咁呢個理論上咧又係軍方揸住嘅。咁民選政府又係做唔到嘢嘅嚇。咁當然呢啲會有阻滯，但係咧目前嚟講咧呢幾樣嘢咧對緬甸要開放要發展咧，又似乎唔係咁嚴重嘅阻礙。咁所以咧軍方亦都知道，只要我拿住呢啲嘢咧，其他俾你試下咯。或者你搞得起咧嚇，咁所以我相信喺其他嘅方面咧，軍方唔會有太大嘅動作嚇，或者阻攔或者即係綁手綁腳咁樣嚇。尤其是而家相對嚟講，我覺得都仲係一個蜜月期嚇。昂山亦都其實識做人嘅嚇，咁所以我點解咧？你覺得佢做過啲咩？你覺得佢都 OK 啊？你覺得？昂山同嗰個軍頭。台前嘅軍頭叫做咩啊？昂敏蘭或者昂敏來咧，譯音啦都傾過幾次嘅，即係大家都下下氣氣，同埋大家都達成一啲共識嘅嚇。咁呢度翻轉頭就話，大家都知道我哋要做實事嘅嚇，要做嘢嘅，所以嗰啲爭拗咧擺得埋一邊就擺得埋一邊。所以我估喺其他嘅範疇咧，昂山應該會有幾大嘅空間，而軍方唔會有過多嘅掣肘嘅。譬如咧，會唔會話係譬如經濟定係邊方面？你覺得？我諗而家成個緬甸咧，最主要就係同對外同心就係搞經濟㗎啦嚇，因為不能再咁樣落去嚇，即係又係翻中國當年咁樣改革開放，即係所有嘅山頭都擺平晒嚇。唔係佢哋自己冇矛盾，譬如話陳雲同鄧小平有矛盾，即係快慢嘅問題。但係大家都知道向住嗰個方向嘅，咁所以其實而家緬甸有啲咁樣嘅類似咁樣嘅情況咁樣。好，我哋今集嘅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集咧繼續再傾過啊。好。